歡迎收睇無線8點1小時新聞，我係陳宇橋。今晚嘅主要新聞有：據了解，新皇崗口岸最快9月啟用，港府星期5將會接管新口岸港方管轄區。警方接獲100幾宗騎劫 WhatsApp 帳戶騙案，有男人收到偽冒爸爸嘅語音訊息，俾人呃咗1000萬。日本熊本縣地震之後，有旅行社取消原定星期5出發，行程包括熊本縣嘅旅行團。有市民就按計劃出發去九州。保險業聯會就提醒市民，地震發生之後先至購買嘅旅遊保險唔會提供相關保障。